自后2026年4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骹前会顶，路上会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19篇89节到128节。上主啊，你永远存在，你的话确立伫天顶，你的信息线到万代，你建立地，互伊确立。天地照你安排，到今犹存在，因拢是你的采用。我若毋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伫我的苦难中灭亡。我永远袂记得你的律例，因为你用你的律例保守我的性命。我是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祈求你的律例。歹人单单要毁灭我，毋过我要默想你的教示。我看出所有完全的拢有限，只有你的诫命完全无界限。我实在真喜爱你的律法，规日哪念哪想。你的诫命不时伫我身边，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。我比我拢总的先生较通达，因为我哪念哪想你的教示。我比老人较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禁止我的骹行一切的歹路，互我通遵行你的话。我无偏离你的规例，因为你有教示我。你的话伫我喙内，比蜜搁较甜。我对你的律例得到智慧，所以我怨恨一切邪恶的路。你的话是我骹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，我一定要安尼遵守。我受到极大的苦难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喙欢喜献的学乐，搁将你的规例教示我。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还佫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还佫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我心所喜爱。我全心归向你的命令，永远尊叹，直到生命结束。对你无忠心的人，我厌恶。我所喜爱的是你的律法。你是我闪秘的所在，是保护我的盾牌。我仰望你的应允。做歹的人啊，着离开我，互我通遵守我的上帝的诫命。求你照你的应允扶持我，保守我的性命，互我无因为仰望你失败见笑。求你扶持我，我就得救。我要不时专心遵行你的命令。违背你命令的人，你拒绝因的诡诈为失败。世间的歹人，你看做粪扫，甲因除去。所以我喜爱你的教示。我因为敬畏你，规身躯皮皮喘。你的审判互我惊吓。我有实行公义正直，求你毋通甲我放互压制我的人。求你保证你的仆人事事行通，无受到骄傲的人压制。我仰望你的拯救甲公义的应允，直到目睭花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对待你的仆人，将你的规例教示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捌你的教示。上主啊，现在是你行动的时，因为人破坏你的律法，所以我喜爱你的诫命，比金比纯金搁较爱。你为万事定的律例，我拢遵行，
所以我厌恶一切有假的路。脚前会顶，路上会光。伫不断转换视角、探究上主命令的过程中，诗人对伊的人生经历察觉到万美万事拢有限。若是上主的诫命广阔无边，这互我好奇，诗人是安怎理解上主的诫命？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是真侪人熟悉，伫基督中也常常会引用的经文。特你注意的是，其中讲到灯甲光，并毋是指强大的探照灯，是会对着微风飘动，甚至一无小心就会花灭去的灯仔火。因为安尼，伫行进间需要细致掩护。佮伊的光度伫黑暗中简单会当照亮头前一步远的所在。每当摕到灯仔火的人往前一步，这光就缀咧往前移山一步。这盏灯光象征上主是一切光明的源头。诗人用这来表达上主甲伊同在的情景。每行一步路，上主就伫头前引带一步。上主的话语总是伫头前照光伊的脚步。就算伫这盏微弱的灯光下面，无法度看见黑暗中所有的事物，亲像咱无法度找到所有邪恶的问题根源甲解答。可是对信靠上主的人而言，上主用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指引，就已经够额，因为伊对上主的律法完全忠诚，上主必定带领。延续进前的段落，899-128这个段落的经文中，有缘用无同的词义来表达上主的律法，包括你的律法、你的命令、你的话、你的教诲、你的训诫、你的教导、你的诫命等等。律法的希伯来文是托拉，包含教示和启示两方面的意思。换句话讲，律法来自上主嘴里的教示，也是对上主来的启示。上主颁布律法，是因为上主甲伊的百姓之间有立约的关系。伊是上主的子民，伫生活中的准则，伫立约的基础上，人甲上主双方面之间必须信守誓言。当人遵守上主的律法，上主就赏赐福气；当人偏离上主的律法，上主就施行公义的审判。信仰的旅程袂总是顺利甘甜，咱也是经常会拄到黑暗的处境，拄亲像诗人所提及，邪恶的人设罗网要陷害我。可是，就算伫安尼危险、遭遇压迫的环境中，诗人犹原无袂记得上主的律法，无偏离上主的训词。因为诗人将上主的律法当作伊生命中永远的产业，甲上主的话语看作上重要。伫伊的优先次序中，总是以上主做第一优先，是伊心中的喜乐。带着安尼的态度，互诗人始终专心仰望上主的话语，因为伊深知上主会一生一世带领伊头前的道路，指引伊人生的方向，亲像
骹前会顶路上的光共款。冥想，上座话语对我来讲是沉重的负担，也是甜美的养分。上座话语对我来讲是沉重的负担，也是甜美的养分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我要承认家己活在黑暗中，我的心经常受迷惑，历史偏离你的道路，最后互家己陷入困境。主啊，求你的话向我显明，照光我黑暗中的处境，互我通得顺从你的话，继续向前行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